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主。上帝恩典够我们用，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得着这样的救恩。好，我们一起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主。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以蒙主救救。再来，快点来！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来手借给我。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以蒙主拯救。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以蒙主拯救。姐妹来，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以蒙。来，弟兄，来，再快点点。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以蒙主拯救。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以蒙主拯救。哇，我们唱了那么多次里面在提到什么？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怎么样？赞美主，我已蒙拯救了，蒙主拯救，这是上帝的心意每个人都不失落，都不沉沦，这是上帝的心意，从创世一直到现在，就是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借着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的心意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用这些牲畜献祭没有办法除罪，所以到现在一般人还在献，但是我们信主的呢，接受他的救恩，我们不用再用这些，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用什么？我们用我们赞美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这位神，他赐下救恩，有一个管道，透过耶稣基督，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怎样拯救所以他提供了一条赦罪之路，他赏赐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他是智慧的源头。你怎么样经历他？即使是在困境、在软弱的时候，你也都能够感受到他。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思想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求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回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救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你的口来赞美，来感谢这位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怜悯、
透过耶稣基督提供给我们一条得救之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有丰富的慈爱与恩典。主啊，在我们找不着这样的一个拯救的管道的时候，主你来，你是上帝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的罪。你提供了一个管道，要把我们的一切的罪能够涂抹能够洁净。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都能够成为蒙恩得救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赞美主耶稣，因为你愿意回应天父上帝的心意，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定义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蒙恩得救的子民。今天我们能够到这边，无论是我们已经领受你的恩典，或者是我们开始来明白、来寻求你的真理，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明白你的真道。所以求主圣灵来感动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真理必叫我们认识你是那位拯救我们唯一的出路。愿你来赐福我们以下时间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为我们的需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哦。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用主的话宣告，然后进入到这样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灵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丰富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位神是你的吗？还是其他的人？其他人经历了他的恩典哦，那是你的吗？如果是你的，你常常在宣告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即使我的身心灵，我的各方面在这样的一个缺乏，在软弱，在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你邀请耶稣说，主，我邀请你成为我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我们有一位慕道友他长期以来睡不好，身上有一些的cancer 那他来到主的面前，牧师同工为他祷告祝福。他跟姐妹分享说：“哇，我好久没有那么好睡，可以睡到8个小时，平常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就很棒了。”但是我想在跟姐妹分享当中，我昨天听到这样的一个她自己本身对姐妹的分享，那姐妹在跟我分享说，感谢主，继续为她祷告，继续关怀她，让她心能够柔软，让她心能够认识只有耶稣能够帮助她。神所爱的子民，圣经说让她安然怎样好睡。所以你要去看圣经才哇，原来上帝的话语里面有好多我们需要的。好，如果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在各方面，刚才这几方面，你需要寻求神，你需要让上帝来帮助你、赐福你，你可以原地站立，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会为你来祷告，为你来祝福。我们或者是坐着，你手按在你身上病痛或者需要的，或是你心里有一些的需要安慰，你就按在你的心头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原地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当你大大张口，神就要大大充满在你当中，神医治的大能就要与你同在。神的供应在你缺乏的时候，在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他要帮助你。
前。主啊，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主啊，开我们灵，让我们与你连结。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困境、软弱、病痛的当中，主你医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让弟兄姐妹渴慕来寻求你，如入切慕溪水。当他们寻求你的时候，就寻见你；他们渴慕你的时候，就能够遇见你。主，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早晨的敬拜。主，求你的灵光照，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灵的主，我们需要与圣灵连结，才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主耶稣，我们邀请你做我们思想的主，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胡思乱想。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邀请你在我们情感、在我们意志上面邀请你做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得神你的保守，在忧闷的当中有神你为我们解闷。主，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得着你的医治，得着你的保守，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身心灵是整全的。我们能够天天经历你的同在，天天经历你的带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是在这世界来寻求，而是在神的话、上帝的话里面来寻求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就从神的话里面祷告。我们来寻求。今天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来寻求他。他要我们献上在我们个人跟他自己我们时间、爱心、能力、金钱都为他所用，他就有更多的赐福。我们也为着今天有3位成人的洗礼，2位坚信礼，我们为这些初信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能够得着坚固，他们明白，他们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当你相信那一刻，天地都同证，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主日花卉小组的定期会为周6礼拜的圣礼典，还有13、14核心同工的退休会，来寻求明年我们教会怎么样去推动各样的事工。我们为了传道部他在做这些传道的事工最近统领来找我们，今天也要跟星光三业的主管，他们会来到教会跟我们谈如何在星光三业前面或是他的地方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我们去年的前年，我们在前面星光山前面唱歌，在那个人行道有人出来赶我们走，不准我们在那边因为说我们没有申请，我说那个是公共地方但是感谢主今年主动来找我们我们为这些社区来祝福特别为牧师祷告昨天晚上、今天都会晕眩我现在还站立得很好，感谢主那为着今天能够传递神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那特别是传道，神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经历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有你领受，要透过你成为施恩赐福的管道。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能力，活得更丰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回到你的祭坛前，回到你的面前，能够寻求你，能够敬拜你，能够大大张口领受你的同在，领受你的赐福。主啊，愿你的灵充满在你的会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来到你的祭坛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从宝座赐下你恩典充满的供应，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胜过这世界，让我们足够的渴慕的心如鹿切慕溪水，来渴慕你，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同在。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们也用主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要一同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灵以神，我救主为乐，因为大能的神为我们成全了大事，他的名神圣。弟兄姊妹，我们持续站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的国度是属于你的。我们一起来拍手。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主啊，我们知道国度属于你的，主啊，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哈利路亚。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You are wonderful， 一起来，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我们掌声交给神，哈利路亚！展示我们的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
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再上呼，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再次来欢呼，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是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你。弟兄姊妹，请坐。国度，我们知道国度属于神，我们知道神的国度一直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常常会陷入迷茫，说：主啊，我们要怎么找到你？我们常会觉得说，主啊，我们感受不到你。这时候牧师常讲，我们就是祷告，静下我们的心，静下我们的灵，用祷告的方式与神来沟通。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主啊，我们用祷告的方式来寻找你。主啊，我们用祷告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事情都只能对你诉说。我们从头来，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这样事情跟主来说，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把你不知道该如何对人说的事情向主来诉说，把你的痛苦向主来诉说。哈利路亚！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主啊，我们向你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主啊，我们用祷告的方式，将我们的痛苦、难过、喜乐，都跟你来诉说，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愿你的话语成全在我们身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从头再来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的王，主啊，你是我的拯救，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许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
辟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主啊，愿你的灵，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复辟这里。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使我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愿你的灵照你是成灵，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复辟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再一次来说，我愿意，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主，你愿意顺服天父的心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你自己的生命，因为牲畜不能除掉我们的罪。上帝的羔羊，主耶稣，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主，你说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你教训我们的人都教导他们遵守。你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愿意，主，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语，能够成为蒙恩的子女，除掉我们内心的刚硬悖逆，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有新的灵，让我们有柔软心来到你的面前，开我们的心竅，认识你。你的圣灵同在，必叫我们心柔软，必叫我们得着自由。主，每一次我们的敬拜，真的是希望你同在；每一次我们的祷告，希望你来垂听；每一次你的应许能够降临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今天早晨，希望透过你的话语遇见你，希望透过你的话语抓住你永恒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
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那疫情已经比较缓和，那人数也不再限制哦，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线上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家了哦，欢迎回家，我们一起在地上，不要只在空中，好吗？在地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敬拜的时间在周报的第4页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今天有举行第6次的圣礼典，我们有3位的成人洗礼刚才一位子云他今天也要洗礼，今天有4位的年轻人4位年轻人。他们有洗礼，还有坚信礼。坚信礼就是他们小时候有受过洗礼那今天他站在上帝的面前与上帝立约那感谢主那个刘长燕弟兄跟刘子云姐妹是妇女党感谢主，他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其他的年轻人，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我们13、14号就礼拜6、礼拜天下个礼拜天，我们举行核心同工的退休会请我们的同工长职队长、小组长等我们务必要参加请按照时间来报到。我们在周3也有线上的讲座，最近我们一些的讲座像礼拜5的讲座那个 Google Meet 是限制150我们都爆满了听到吵架王，大家可能都常常吵输这样所以就上线。我说哇，3个礼拜我都爆满这样不过是从这样信仰来看，如何持续你在家庭的幸福、婚姻的幸福那这次我们有邀请到郑牧人长老他来分享过去他如果带旅游，在旅游当中他遇到什么样的新鲜事我们可以上网来参加这样线上的讲座。好，那我们当中有11月的弟兄姐妹有受薪的，请站立起来好吗？11月11月包括我我们一起来唱生日的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拍手祝福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主啊，生命从你而来，你赏赐的生命是看为甚好。你要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赐给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荣耀神，帮助我们生命当中。主耶稣，你说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你的应许。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苦闷当中？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拦阻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查验你的心意，也查验什么拦阻我们跟神之间赐福的管道。求主耶稣的宝血来畅通，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就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这些11月的弟兄姐妹的生日能够让他们更丰盛、更丰富，也能够成为他所接触人的祝福管道。谢谢主，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在困境当中依然有突破。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
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26章39节再次，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你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26章3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每一次我们来到奉献，是我们蒙福的秘诀。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天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圣殿当中聆听你的话语。耶稣，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仰跟生活中有挣扎的时候，求你的话语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作为圣工所用，愿主悦纳。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要从39到44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3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不要只是明白，而能够愿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那如果明白上帝的旨意呢？如何明白？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哦，你每一天你一定都要看 FB， 没有看好像觉得心里怪怪的，好像很难过，有没有？举手一下。或者这样问哦，你每天有看脸书的习惯有没有？真的只有这样吗？好，请放下哈。每天我们大概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情哦，可能就是看有没有 LINE， 有没有 FB， 然后 FB 上面啊，今天谁生日了，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大概可以看到我们所加的好友有一些的动态，对不对？哇，今天我们要透过我们过去第一个祈求，愿你的名为圣。神的圣名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让我们遇见？那圣哪里是圣？有牧师讲了，在酒店，那个牧师在那边传福音，神在哪个地方就可以分别为圣。只要你按照神的心意，每一次你荣耀主的圣名的时候，那里就有神的同在。第二个，我们来看上次我们提到天国的法则，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是世界末日吗？还是什么？还记得牧师用什么故事？还是都还给牧师？有一个不高的矮个子的，那个是叫谁？撒该爬上了桑树，耶稣主动的招呼他。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去你家住住你的民宿让你请客。然后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到撒该他遇见了耶稣，然后他内心价值观改变了，对不对？改变了。耶稣对那少年富足的官说：“你去变卖所有的财产，然后分一半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但是撒该，耶稣没有对他讲。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他生命改变，因为耶稣接纳他，因为耶稣愿意与他住、与他吃，表示认同。然后呢，他愿意自己改变，符合耶稣的心意。虽然耶稣没有对他要求，但是他说：“主啊！”记得他讲的是不是耶稣？他说：“主啊！”表示当耶稣接纳他，他承认这位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所以他的生命、他的心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他的家里，天国就在他的心里。当你愿意回转悔改，当你愿意转变你的心思意念，让耶稣的想法成为你的想法，天国就在那里。天国在哪里，跟他的旨意成就非常的有关联。是谁愿意让这些旨意成就？是成就在谁的身上？就好像玛利亚说：“情愿让主的在我的身上成就什么？主你的心意。”所以跟顺服是非常有关系。刚才我提到，我们常常接触这样的 FB 脸书。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马克·祖克伯，他就要把他的公司脸书的名字改成什么 ？Meta。Meta 在希腊文是超越的意思。所以他声称，未来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实境的这个情景会用3D 我们看很多这些的影片，对不对？电影我们看那个虚拟，然后好像真的又好像是假的
那这样的一个超越，我想人都想超越别人，然后有一些的想法，就我甚至如果可以超越这位神，超越许多的神，那更棒更好。所以我们看到他把这样的一个虚拟实境要实现在更多人的身上，他把这样的称作是元宇宙就 Metaverse， 在这样的一个突破，然后让虚拟实境进入到人的家中，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这个是一般年轻人非常追求，甚至我们看有一些的教学也是用这样的一个 VR 虚拟实境好像真的。那你没有办法去到，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去到以色列那你可以这样透过虚拟实境，然后我好像走到哭墙我在那边祷告，我好像走到圣母教堂，我好像走到哪里，是好像非常的真实这样，但是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因为你看到只是影像。那元宇宙可能向人承诺，未来你好像有上帝的能力一般，好像可以做好多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可能渐渐的要用这些好像来取代神。我在看这一些的消息的时候，让我想到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人要制造这个创造这个巴别塔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巴别塔，他们为了要荣耀自己的圣名，不要让天下的人忘记了我们。这个元宇宙就好像是未来的巴别塔一样，我们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捆绑？刚才这里提到 PTSD， 就是在 Google 的网页里面有提到，安全网页有提到，如果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虚拟实境的世界里面，可能有各样的这一些的影片，各样这一些的情景，可能在沉溺其中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身心灵，好像是真的，但是却是假的。当你回到现实的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的失落，在那一些的影片里面，可能充满一些暴力、色情，或者一些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些冲突或是恐惧那当你回到现实的当中，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 PTSD， 就是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就是让我们身心灵失去的这样的一个整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如何去怎么样运用这些科技，而不是被它掳到好像巴比伦，掳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权势里面，而是我们如何好好的运用，可以运用在福音，可以运用在门训教导，在圣经当中。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我们使用它，很多器具我们被它捆绑了，我们不能没有它。就好像我们早上起来，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拿起手机，对不对？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近前的，一起来我就祷告上帝，让上帝一天充满在我的生命、我的行程、我所思所做所行，都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渐渐的被这一些的科技所影响，没电的症候群。哎呀，我没有电了，所以到处要找电源。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生命需要神？我们快没有电了，我们是寻找什么？所以现在的科技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上帝的话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就不要跟随着他。你应该要怎么样驾驭它，怎么样胜过它，去带领。第二个，我们看到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如何在我们当中
刚才说如何让上帝的旨意来成就，那我们要先来明白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旨意，而我们是不是照着这样做。好，那牧师会从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第3章4到6节，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上帝交代他吩咐他们，然后好好的管理治理这个地面，园中的园子你们看守，他们不用劳碌，他们只是做好管理，他们就有得吃。在那当中，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段时间上帝与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没有这一些的外来的因素介入。但是我们看，我们一起来读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她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我们看到在上帝讲话讲完之后，随后什么？蛇就上场了。蛇就跟这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你知道吗？在蛇进入代表最进入到人的当中的时候，亚当跟上帝亚当夏娃跟上帝合作无间，配合得非常好。上帝也叫所有的动物来，亚当来，你来怎样命名？所以上帝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让他能够命名。好，那给他们有宇宙园居住，非常的美好，所以叫伊甸园。另外呢，他也赋予他们一个看守修理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责任。他们如果好好管理，他们会过得很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在那段期间，天上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地上，这是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直到蛇进场之后，上场之后，我们看到新约在启示录的12章第9节就有提到，那个古蛇就是指谁？指撒旦，指魔鬼。好，那我们看到魔鬼一上场，他就针对上帝的话来挑起跟人之间的一个拦阻，一个破坏。所以他针对上帝的话，就是我们所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还有他所赐下的这一些的诫命，他就提出严重的质疑。蛇对女人说什么？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但是上帝说什么？你们吃了这个禁果，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们那日必定怎样？必定死。然后蛇就告诉他：不一定。必定，不一定。所以蛇魔鬼挑起人跟上帝之间，开始让你怀疑：上帝，你的话真的吗？你所写的应许真的吗？你说申命记28章，你若留心听从，谨守遵行，然后以下的福都要追我，是吗？真的吗？还是我要去追？魔鬼就是挑起人开始怀疑，所以雅各书说，如果你心里怀疑，没有信心，不要想从上帝那边得着什么。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提醒拦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蛇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因为上帝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如果你们吃了，就好像我们一样，所以你们的眼睛就会开了，就会如上帝一样分别善恶，好不好？好啊，当然好。所以人听了这样的话语，我们看到蛇一方面就毁谤上帝，然后呢，叫人怀疑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美意在我们生命当中。
其实这个是我们信徒最大的危机。当我们更没有去看圣经，没有去在家会主，没有每天灵修的时候，我们就看世上的新闻，我们就看 FB， 我们就看八卦，我们就看人怎么样去攻击来攻击去，我们就看到一些的政论节目辩论来辩论去，然后看完之后，你的心里真的又好笑、好气，或者是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信徒最大的危机就是让我们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心意开始有这样的怀疑。那等同于就是打开大门，让魔鬼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然后你开始听他的话，不一定哦，好像是这样哦。上帝的话被魔鬼扭曲完之后，成为你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争议。你的话真的吗？真的会实现吗？真的会应验吗？上帝的话把人带到生命，把人带到次序里面，所以在园中他们管理得很好，他们过了很棒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如果人按照神的心意，他过的生命、过的生活是非常棒的。但是蛇的话语开始让我们怀疑，蛇的话是什么？谎言。他是谎言的祖先，你知道吗？他是谎言的创始者。然后我们看到，他一把这样的一个话传递，让人相信之后，人的生命就开始充满什么？混乱，开始充满什么？死亡。因为上帝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灵的死亡。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断绝，所以他们原本是在伊甸乐园里面，最后我们看，如果去看创世纪里面所记载，他们要被赶到什么？伊甸乐园，就是与上帝的恩典隔绝。但是上帝其实也没有那么绝情啊，上帝还为他们预备了什么？他们自己做无花果树叶的衣服，结果没有几天就枯了。掉了，他们一看，哎呀，羞耻啊！上帝为他们预备皮衣耶，比土耳其那边买的还好，代表神为人付上代价。皮衣要从哪里来？从动物来啊！你要把它的皮取下来，就是代表什么？流血、死亡。他要为你付上代价，他才能够让你穿上这个皮衣啊，这个都在预表，圣经都在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好，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知道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上帝留一手了，他怕你们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蛇他就进一步的来告诉这些的人类，当他看到女人没有持守上帝对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之后，他进一步的就帮助他们。好，那我要让你们像神一样。所以现在如果有这个果子的加持，哇！你们的功力一定大增。如果你看那些影片武侠小说什么，如果吃了这一颗大还丹或者什么，你一定功力会大增。这样真的吗？我想试看看吃了可能会像神一样。所以甚至超越上帝也不一定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们要想超越上帝，就好像刚才提到的虚拟实境这样，我们看到可以创造好多这一些的境界啊。那打开了那个盒子之外，好像开启了我们的眼目，所以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了，弟兄姐妹，我们眼睛被开启，然后呢，眼目明亮了，所以这里代表说，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就被开启了，不是吗？在这样的一个虚拟实境的当中，或者是在网络世界，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或者是诱惑里面，随手可得啊。所以这个不但要提醒我们，
就好像约翰一书的2章16节说约翰提到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魔鬼来就是要挑起人跟神之间的对立，然后呢，让你看见不该看的。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就提到蛇诱惑人，开启你眼目的情欲之后，哇，把你带进这样的世界。那最后呢，你不知不觉被捆绑、被诱惑了，你逃脱不了。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这样的一个元宇宙虚拟实境会带给人什么样的便利，或者是带给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捆锁影响？声音哦。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像在10年内元宇宙可能覆盖10亿人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可能逐步在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信仰的冲击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祖克伯他有一个观念，就是想要超越、控制，好像这个宇宙，他要创造，他要控制，然后好像蛇对这些人类说，你们便会像上帝一样。意思就是说，我像上帝一样可以控制一切，可以影响很多的层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开启眼目的情欲，刚才说把人带进了什么混乱跟死亡，上帝就对女人、对男人说：你们已经违反了我的话语，我的诫命，所以他们必须被赶出去，他们要劳苦，女人要受生产之痛苦。这是我们想成为神，人都想要操控、超越，甚至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你看到耶稣他受洗完之后，他去做禁食祷告。然后呢，在祷告当中，魔鬼就知道人的软弱，开始要挑战他。你不用那么辛苦啦，你可以把石头变作饼嘛，变作食物最终，我们知道耶稣来的目的要做什么？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知道他出生就是为了要死亡，那你要不要出生？不要。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他来，他为了世上的人类。他最终要走上十字架，但是魔鬼就告诉他，把他带到一座高山。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有去那一些的地方他就把他带到高山，然后将世界的万国给他看。你不用那么辛苦，不用那么辛苦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有权柄的神，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如果你拜我就好像我们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俯伏敬拜上帝一样。魔鬼说：你拜我就好，我就把这荣华，把这世上，甚至把你要救赎的子民都给你。
你不用那么辛苦了，你就只有拜我就好了。这样试探要引诱我们看耶稣离开这样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客西马尼园，刚才我们看到经文的祷告说什么？耶稣只祷告，若这个杯可以怎样挪去，好不好？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如果说把这个杯挪去，就中了什么？魔鬼的计谋，对不对？那这样还能不能成就救赎你我？就有待商榷了，对不对？当然，上帝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来看，魔鬼撒旦用这样的一个，你可以像上帝。有时候我们看到受到这样的诱惑，我们看到如 Meta 一样，人好像可以操控。我们看到这些影片，未来的影片，好像逐步在我们生活当中怎样呈现出来哦。以后开车可能是开飞车，不是飞机，对不对？那可能一步一步在实现，但是然后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好像慢慢走到这样一个毁灭哦，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引诱耶稣不理会上帝的心意，你不要理会上帝的心意，不用那么辛苦，还要被定，还要被杀，还要被鞭打，你就拜我一下就好了。弟兄姐妹，你就拜我一下就好，我就把荣华富贵给你，你不用那么辛苦，每个礼拜去做礼拜，你不用那么辛苦读上帝的话。如果你拜我，我就给你一切。魔鬼借着诱惑，要让人满足肚腹，满足权柄，满足欲望。所以魔鬼最后面也怎样试探有关耶稣的使命，就是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照上帝的心意。所以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去这个地方5次哦。每次我去的时候，我就想象耶稣在那里怎样祷告，然后门徒在那边睡觉。牧师讲到你在睡觉，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一看圣经，我们就想睡觉。如果你是失眠的，当然很好了，对不对？睡不着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看到上帝的话就想睡觉，那上帝的话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了，没有办法开启我们的心窍了。好，所以我们看到魔鬼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就是你可以像上帝一样，做王掌权，不用那么辛苦，你就拜我一下，你可以不要理会上帝的心意。第四个，我们看到如果你这样做，可以像上帝有神的智慧啊，你就上网查嘛，对不对？反正 Google 里面很丰富啊，但是真的假的，现在很多假消息的，对不对？假讯息，你能够分辨得清楚吗？你是有知识还是有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圣经说，敬畏上帝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有人会跟你讲说，你有问题你就问美玉阿姨啊，对不对？美玉阿姨是谁？有人说美玉阿姨是谁？电脑里面 Google 里面就问美玉阿姨，她是神通广大吗？人是有限的哦。那这边提到说 ，Google 的健康安全网页里面如果你进入到那种虚拟实境或者这些影片里面，可能会与你的生命或健康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可能会引发你的焦虑、恐惧，甚至刚才讲的 PTSD 让你就不知不觉的当中被影响、被捆锁了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好像魔鬼撒旦对人说不一定啊。不会死啊，你眼睛会明亮啊，上帝留一手啦，他就是不要把全部的秘诀告诉你们，他留一手，不要让你超越他，不要让你像他一样，他还你们还低我一级，所以魔鬼用这样谎言让我们质疑上帝。好，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如何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成就在地上。
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所以第一个，我们来了解圣经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哦。我们来看在彼得后书3章第9节哦。那我们来一起来读来。主没有延迟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他愿意人人悔改，就是为了要得救。所以耶稣来，其实就是为这个耶稣始终来到世上，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就是为了要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嘛。所以第二个就是他愿意让我们成圣，然后远避一切的淫行。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以西结书啊？我们每天的在家会主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看啊。牧者在预备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从圣经里面，我们一直看到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们被掳，他们被上帝刑罚。第一个就是拜偶像跟那个淫乱连结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要我们圣洁，要让我们身心灵能够整全。然后呢，让我们不被这些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所控制。我们发觉这个一直在每一天在影响我们。我们打开的一些媒体，常常会有一些的不属神的思想、情感、意志在操控着我们。所以罗马书12章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你要 renew， 你要有一些的改变，你要有一些的调整，然后才能够察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如何远避这些眼目的情欲，特别是在这个世代影响更多。我们一有时间，可能打开电脑、打开电视、打开手机。弟兄姐妹，我们用多少时间在看圣经，或者是我们用多少时间在看这些脸书？然后回不完的讯息，因为群组100多，不是吗？那我们为了回这个信息就没有时间了，是这样吗？好，第三个，我们看到圣经上帝的旨意就记载在里面，说你们要常常祷告，然后呢不住的祷告，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哦，常常喜乐，然后你们要常常喜乐啊。第一个写错了啊，常常喜乐，然后呢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凡事代表什么？好跟不好哦。今天给你一个讯息来不好，你会怎样？你还会喜乐吗？所以要借助的祷告来帮助我们啊，主啊，我在软弱的时候靠主，我可以得刚强。我在软弱的时候，只有你能帮助我。所以保罗跟西拉在监狱里面被打、被修理，他们还能够在那边唱诗歌、赞美、敬拜神。为什么？祷告。透过祷告，他们才能够在监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保罗写那个喜乐书信的时候，在哪里写？在监狱写。所以我们才能够凡事谢恩。凡事代表说，主啊，我今天遇到不好的事，我也感谢你。你要透过这样来提醒我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在不住的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面对凡事不好，我们才能够有喜乐出来。第二个，同心祷告才能够知道主的旨意。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来。我又实在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3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在你们中间，代表神的国降临，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国降临。
在你们中间，然后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在推这个RPG 的祷告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复兴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开始有看到2-3个人一起祷告，你从1周1次，然后呢10分钟就好，不用长，3个人很快的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就透过在小组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家庭里面，你固定2至4个人，我们每周可能固定了1次。如果不方便聚集的时候，我们也透过 Google Meet 或是 Line 等等这些的方式。好，那这些成员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固定的方式，然后我们在彼此之间成立一个好像小组这样，然后我们彼此来祷告。那怎么样的祷告呢？它可以不用太长，然后在任何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用线上。第一个，我们在祷告，比如说我们牧者，我们固定在礼拜2、礼拜5，我们3个牧者会一起有一段时间。如果有人在外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视讯来一起来祷告，或者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3个人就一起来祷告。好，比如说我 A， 刘牧师 B， 然后世界牧师是 C， 那我就为我的感谢祷告。主啊，我感谢你过去1个礼拜你保守看顾，让我出入平安，让我能够经历到你所赐的平安在我的生命当中，靠耶稣的名，阿们。然后游牧师就为我感谢主，你让游牧师在过去1周是他平安，因为你是平安的主，然后再为他自己要感谢的来说出来，直接祷告出来。然后他祷告完之后呢，世界牧师在为刘牧师感谢主，为他刚才所提到的赞美感恩来献上祷告，然后再为自己。那最后呢，我再为黄牧师来他所感谢的赞美的来祷告。这样第一阶段明白吗？可以吗？好。第二个这个就是ABC 这样好。那如果你时间够的话，你可以2轮。第2件事情好，第2个我们会用每一天，如果你有灵修的时候都会有一段的金句嘛，对不对？一段的金句。好，比如说我们3个人开始，我又 A 了我就用这段经文。如果你不会祷告，你就直接把这样的一个经文指导出来。感谢主，让我可以为着你的缘故，我能够忍受别人对我的这样的一个唾弃或者是辱骂。我忍受是因为你给我的力量，所以帮助我什么时候软弱，我靠主，我可以什么时候得刚强。就用这个经文直接你可以把它祷告出来。如果你觉得我不会祷告，你就主为了你的缘故，我乐意忍受这样的一个软弱侮辱、困苦等等然后我可以靠你，我可以得刚强，靠耶稣的名，阿们。然后再轮到B， 然后轮到 C 这个就不用说我为他的祷告，他在为我的，这样明白吗？可以吗？第2阶段可以吗？可以好，那这个就是可以你用比较白话来透过经文成为你祷告的基础。或者是你看到诗篇，你在祷告的时候，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帮助，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避难所，靠耶稣的名，阿们。就用这样经文来做宣告好，第3个代祷，我相信我们都有需要代祷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就开始了主为着可能让我讲到我不会头晕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你必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健康至少我讲到现在头不会晕。我祷告完之后，靠耶稣阿们，来 B 再为我的代求来祷告，然后再为他的。好，这样可以吗？然后 C 再为 B 他的代祷事项祷告，然后再讲他的。那最后我会为着世界牧师的代祷，我再为他祝。这样我自己的有讲到，对不对？别人的有没有为他祷告到？有，试试看，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会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公祷，我们会提一个公祷，可能为了教会，
为了整体或者是国家，我们来为这个来祷告。弟兄姐妹，去经历看看，试看看。我们看到小组当中已经有好多人，他们透过这样的 RPG 的祷告，已经有经历了。为那一些他们讨厌的人，他为过去讨厌，不可能为他祷告了，但是竟然他可以为他的无缘的人祷告啊，为他们无缘的祝福啊，这样明白吗？为什么有那个动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同心祷告，然后别人又为他祝福祷告，他愿意是不是有那个饶恕的心呢？弟兄姐妹，试看看这个是我们同心和祷告，你可以知道主的心意，而且能够祝福别人，也能够被别人祝福。你的需求别人知道，别人也为你代求，所以不是只有你孤单在求。第三个，我们看到疫情的影响可能我们会在网络上，或者是比较随便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一起来念来，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顺服蒙福，顺服耶稣，顺服上帝的心意。照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今天才有你我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最近这个保利达也有陈传文长老他蒙主恩召将近100岁了那过去我在新庄牧会的时候，我们曾经得到他2部这个福音车那我们看到一面是写的当孝敬父母可以怎样？长寿。另外一方面，很多人不喜欢灾难更多，将来更多末日近了，你们要悔改。我开那车子出去，有时候很怕，你知道吗？人家看这边，哎呦，你们写什么？这边还好，孝敬父母得以长寿有时候刚开始开的时候很尴尬，你知道吗？但是后来了解这个老人家的心意你知道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在他的公司遇到瓶颈，但是人带他去信主了。信主之后，他就非常的火热。然后呢，我们知道保利达他赠送好多这些车子，他知道教会的需要，他就怎样？他就奉献支持传道人，他们在谢礼上面不足的，教会的缺乏，奉献建立教会包括牧师我跟他有几面之缘我们要得着这个福音车，还要去考试，你知道吗？考牧师的试然后被末日近了，然后被灾难将来怎样到，然后还要记说在马太福音20几章或是哪里哇，很辛苦我说可不可以不要但是后来我真的体验到这老人家的心意，他体会到神的心意，不愿有一人成人，要万人得救所以他在最终他的生命就是线上。我看他不知道线上极了，包括国外，包括泰国，包括其他的地方。弟兄姐妹，到临终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你们要传福音，末日近了，要悔改，所以要赶快去传福音。灾难更多，将来更多，所以对他真的是很感动了很多牧者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体会。这老人家真的不容易他愿意奉献那么多的时间能力，成立更营会，然后每一次我们就要邀集这些有福音车的人，然后怎样去游街呢？上面还要绑那扩音器呢。有时候我都不想出去，你知道吗？我说长老你去吧。但是我知道神的心意就好像透过先知一样，在呼吁我们，在呼吁这些百姓，你们要悔改，要归向主当然神也给我们有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遵守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祷告，同心和祷告。
你正在困境当中吗？开始 RPG 好吗？开始祷告吗？我相信这样的祷告可以让我们在教会、在你个人生命、在你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能够翻转，能够改变，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家里。阿们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就坐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降临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殿里覆庇这里。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将你的话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教会按照教规可以领受圣餐的，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坚信你暂时不要拿哈。我们桌那个椅背上是不是有那个哈？那如果你已经受洗了，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也鼓励在座的在慕道寻求的哈，你能够明白耶稣来就是为你付上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向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凡我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主被卖的那夜，有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了，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他的复活，直到他来。”当主被卖那夜，有拿起饼来祷告祝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顺服天父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你，赐给我们从你领受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世界的捆锁。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已经预备好了吗？这是基督的身体。第一层是饼哦，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新约，是主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我们吃喝的时候用感恩心来献上，我们一起来领受。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他顺服天父的心意。当我们喝这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顺服主的心意，让他的旨意透过你成全在地上，成全在你的家里，成全在你所站立的地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凝须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无比这里，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照凝须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无比这里，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我愿意降服你。再一次来，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主，我们愿意学像你的样式，你付上代价，你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我们刚才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来纪念你，感受到你的爱。主，我们愿意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天天读经查考你的话，不住的祷告，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境当中都还能够谢恩。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恩典，赐给我们在场线上每一位弟兄姐妹。天父上帝用你永不改变的慈爱，继续护卫着我们。主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柔软的心顺服天父的心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我们的礼拜到这边，愿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们平安。